位乡亲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仔日6月15台记台 AM 新闻。新闻一开始，咱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。中国海警3号令起行，中国海警会当扣押外国船、外国人，免审判就当共关。中国坏爸爸，互南海的局势佫变紧张。新闻一开始，咱来关心中国为着要强化因伫南海的主权，中国的海警3号令伫今仔日生效起行，互中国的海警有权力会当爬起伫船顶共检查，佫会当扣押涉嫌非法进入中国领海的外国船和外国人，甚至讲毋免经过审判就当共关上长60天。中国这款坏爸爸的做法，这是互南海的局势佫变紧张。周边的国家，包括菲律宾、印度、越南，抑个咱台湾，拢表达不满。中共南部战区几啊只主战舰艇连日出现伫南海展开长航实战化训练，外交解读对外宣示南海主权，今嘛更加是扩大海警执法权力。中国海警3号令15生效，符合中国海警伫认定的管辖海域，会当定检扣押涉嫌非法进入中国领海的外国船只甲人员。会当无经过审判，上侪拘留人员达到60天。菲律宾、印度、越南、台湾等国都相当不满，呼吁中国收回海警第3号令。海警3号令影响南海真大，菲律宾船只渔民是首先受影响，表达严正的抗议。海巡署表示，中国这个举动严重威胁区域和平稳定，会强化护渔任务。面对中国操作法律战，强化南海制海权，未来敢是运用伫台海、东海引起关注。那他会不会用如法炮制，把这些方式运用到东海，甚至是这个金厦这个部分？那这些其实是我们持续要去关注。另外，中共加大对台军事力度，美国前总统川普顾问史密斯示警。强军上紧明年具备反台能力，美国应该加强监视中共独臂能力，动员进行。中共可能会是用模糊的战略，也就是以这一个准备大规模灾害为理由，来掩饰他的这个战争的准备。所以这部分都需要综合研判。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公布2025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，涉台条文要求美国爱伫台湾设立区域紧急库存，犹太甲众议院的版本协商，或者认为参众两院针对中共威胁，拢爱强化美国军力部署，佮提升台湾的防卫能力。记者综合报道。继续关心庆祝国家海洋日，总统赖清德今仔日落南亲身去高雄港主持4000栋婚林南的成军典礼。我们面对区域强权的施压，当然我们海巡兄弟的压力势必是越来越大，工作也会越来越繁重。但我要让我们所有的海巡兄弟知道，全国人民都会做我们海巡兄弟的后盾。大日头卡，总统赖清德亲身到斡，第3架4000栋级别婚林南伫今仔日举行成军典礼。总统赖清德强调，咱台湾四面拢是海，面对中国即马日后来侵扰台湾，保护海上的领土真重要。政府会继续推动国南国造，强化咱国家的自我防卫能力。另外，针对海洋研究、海洋保育这部分，政府嘛投入更较侪资源。其他消息，咱来关心，今日透早5点左右，伫国道1号南口路段发生2起车祸，造成1个人死亡，2个人受伤。经过警方的调查，第一站车祸弄到的时是无人安怎？因若拖车在处理的时，有一个29岁的少年人驶轿车对后壁凶弄起哩，驾驶不幸死亡，车顶2个乘客是弄甲重伤。为怎样会无注意规个弄起哩？即马爱个调查。几啊名警消人员赶到事故地点，将受困的查某人为驾驶座救出来，随 CPR 急救。毋那是人伤啊真严重，车也是伤痕累累，半斤车较变形，弄叫力量大，安全机规啊拢弹出来。有2部小客车疑似变换车道不当发生碰撞，拖吊车抵达后在内侧车道警戒并拖吊排除，
后方一部小客车疑似不明原因撞击前方拖吊车，车内3人送医，驾驶急救后无效。原来这件车祸是离厝事故引起。15透早4点外，国一南向南口路段有驾驶疑似变换车道无适当，甲普烧车相撞，也毋过无人受伤。拖吊车协报了后处理，一名29岁姓王驾驶突然为后壁开车撞过来，造成头壳重伤，送医相当不治。车内2名乘客分别受伤，甲骨头支气，目前伫病院救治。有些时候，大部分就是他分心驾驶，或者是疲劳驾驶，或者是他没有注意车前的这个状况，所以我们都会特别呼吁用路人说，你在上路前，你应该要去检查你的这个车况，那保持你的车辆状况良好。另外一个就是检视你个人的这个身心状态。其实国道上引起的离厝车祸为110年到达，至少造成15人死亡，28人受伤。高公局分析，除了事发迄当时事故车无开闪黄灯，抗警示牌之外，搁一摆弄回来的驾驶人，有时阵也是出代志原因之一。这摆造成1死2伤，敢是有酒驾、分心，还是疲劳驾驶，也是有其他的情形引起？详细调事原因，也有待警方进一步厘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台南检警抓到伫台南嘉里一大比较放粉鸟协会涉嫌跋筊，有抓到会长也有干部计共7个人，跋筊的金额超过1亿。警方嘛调查出来讲，伫今年春天的时有举办比赛，1349只粉鸟飞出去比赛，毋过飞有转来敢若15只，其他的拢死翘翘。专案即马是依照违反跋筊罪、违反动保法移送法办。大批警力来到台南市嘉里区一个赛鸽协会办公室搜索，每一份资料拢详细检查。台南检警去年捌查乡满道区某赛鸽协会涉嫌跋筊，也亲像使用虚拟人头角色、甲超联角参赛等不当手段来诈领大笔奖金。今年初各将压证出嘉里区某赛鸽协会亲像也有同款的状况，初次前往搜索，逮捕姓黄会长等7名成员。专案小组为保全不法犯罪所得，进行扣押涉案账户，冻结出金。检警现场查扣10个口座，交金大约1亿1000万。警方表示，这个赛鸽协会今年春季赛鸽已经结束，交金达到5600万。夏季赛鸽6月7日开赛，有超过4000只粉鸟参赛。检警迄天伫开赛进前前往查询，利用每赛季海上竞奖的严峻赛事，因海象以及风向等不特定因素，往往造成完赛的赛鸽归还几率极低。警方也发现，这个赛鸽协会每一季举办比赛，比赛过程严格。今年春季赛一开始，就有1349只赛鸽参赛，最后只有15只完赛，规范率只有1.11%，其他的赛鸽全拢死亡。幸好以涉嫌跋筊、动保法等罪嫌，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因为咱台湾天气是真湿热，受西南风沉降的影响，台东伫今仔日透小风，高温升悬到40度1，创下今年上高温的纪录。市区一寡卖冰的生意拢真好，因为伫台东的体育场嘛有运动比赛，是传出裁判那亲像掉刷分去。仙草、荤桂跟粉圆。热天天气真热，真侪人拢想要食冰。受西南风沉降影响，台东出现小风。太麻里下晡气温更加升到40度。在地民众虽然已经真惯习，当年拢是这种的天气，也毋过出外时阵也是感觉热到冻袂调。炸热的哟，看到没？风真的超热的。分风，习惯了，喜欢这种天就是玩水，然后吃冰。暑假期间小朋友都放假，所以生意会比较好。真的哦，而且又特别热。是。市区卖冰的老店，这2天是气温升悬，生意也比顶礼拜好1罐以上。台东升悬温，关于体育场举办橄榄球的比赛，也传出裁判敢若像掉刷混倒意外，球员甲工作人员赶紧甲人搬到较凉的所在降温，消防人员也赶到现场来处理。刚才有帮他降温大概20分钟了。大概几度啊？你刚量的？378。可能晒太阳晒太久。晒太阳晒太久，今天40度呢吼。对。那现在人怎么样？你现在？目前还可以。
维持录影协会地改场东部分场的测站下晡2点18分测到40.1度的高温，创下今年热天到即阵上高温的纪录。为足家长带囡仔来到海水浴场来玩水。太热了，实在是受不了，所以就带小朋友他们出来。有没有玩到水？对，现在有没有很舒服？全台敢若航汉之共款，气象署也发布高温灯号的资讯。15中昼前后，台东县市柑仔色灯号有38度极端高温出现的机会。台北市、新北市、台中市、彰化县、南投县、云林县、台南市、高雄市、屏东县、花莲县是黄色的灯号。今天下午2点18分的时候，发生40.1度，然后前10名大概都是发生在台东地区。未来在19号之后，由于太平洋高压势力还会增强，所以也会有相当强的沉降作用，所以到时候可能会有另外新的一波这个高温出现的几率。中央气象署也提醒，避免非必要户外活动、劳动也搁运动，注意较莫伤晒着，加啉一寡水，预防热伤害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来关心4月初3花莲大地震了后，影响花莲和台东的观光。台东即摆有一间5星级的饭店，伫网站顶悬是写讲，住一暝食2顿只要807块，哪会遮好康？一个手就卖出上100间房间。那业者是坦白讲，因是计数写唔对去啊。也毋过伊嘛真阿萨利，讲总有买到的拢有准算，业者损失上100万会总吞。它现在面积看出去就整个可以看到。对房间的头门看出去，台东真水的风景看甲真清楚。为伫台东的这间有名的饭店，那风景真水，也有原住民的特色，占6000块起跳。不过民众伫订房的网站发现，住一暗食2顿，今年只要807块，赶紧落订。结果卖几百间出去了后，业者才发现计数表唔对去，损失上100万块。不过决定转手家己吸收。他们董事长这样值得肯定的。会不会认为他们有在炒作，还是什么？应该不会吧。我们一律全部认赔。希望借由这一次的机会，所有的民众可以来到台东，或者是知本温泉，体验台东的美好。业者讲，旅客愿意来台东，拢真感激，望观光业者会用斗阵来度过这段关，共同互台东搁再努力起来。花莲地震的灾情也影响到台东的观光，以5日岁连假来看，大房率只有2-3成。对即要到的后热旅游大街，台东县观光协会讲无乐观。过去后热大房率有7-8成，今年有个减一半，只有4成。如果是有团体，你这就补助团体；没有的话，你就补助自由行的就好了。为什么要分7、8月团体，还有8月才自由行？最好能够自由行就从7月份开始。中央甲地方斗阵要来优先花莲甲台东的大房率，花莲的补助先开始。对6月自由行平常时每一间房间补助1000块，不过台东确实等到8月。台东观光协会认为讲中央支持力量无够，应该甲自由行的补助提前到7月实施。记者综合报道。顶个月新竹的社区大楼火烧厝，有造成2个消防人员不幸殉职。消防员的工作权益即马搁再受到关心和讨论。消防是真体力的工课，过来有一阵消防人员真注重因的体能的训练，搁会出国去参加世界警消运动会的比赛。夜暝7点半，青春咱的帮节目带乡亲，咱做伙来看拍火英雄的故事。钢铁甲、收水大、爱家人，这段真拼死咧训练的消防员甲技校，拢是民间组织台湾消防者的成员。因利用休困日做伙为明年的世界警消运动会，结合消防员的项目咧做准备，透过比赛来强化执勤的效能，伫世界舞台甲各国的消防员竞技交流。去年加拿大的话，极限消防员个人是第3名嘛，那这个也是以前台湾没有人去挑战过这个项目，那我是第一个挑战，也是第一个获奖的嘛。咱去接受这科学化的训练的时阵，会使把这较有系统性的训练导入咱消防的迄训练内底安尼。训练的教官甲队长，大部分是为桃园消防局训练科战术体能指导员专班来的。因结训了后，就去各地教学，推广战术体能的知识，希望让消防员出勤的时阵会当知影安怎保护家己。消防这食体能的啦，平常时若无咧训练，你若搁加上这种日积月累的疲劳性，精神就已经做无好啊。啊，你体能当然嘛无度去表现出来，所以就容易受伤的啦。
真正是你有训练，你的体力较好，哦，你的气力嘛较大，因为有当时你唔知你会拄到啥物款的病人。拍伙兄弟伫咧前线冒险救人，唔通等到不幸的代志发生了后才知影来检讨。面对火场的压力，基层的消防员希望透过家己的训练，让台湾公务体系消防观念对着国际上的脚步。很多事情是从基层先去重视起来，然后形成一个文化，去渲染开来，由下到上，我觉得会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。伫灾害现场拍拼救援，结束了后继续训练。一连消防员甲技校，甲家己保持伫上好的状态，用速度、用力头，冲破一届搁一届的难关。伫灾害现场，消防员平安，百姓安全才有保障。记者吴天武、林建如综合报道。文化新眼界，咱来看1964年成立的雷亚诗社，成立甲打拄好满一家子。雷亚诗社关心文化认同和本土意识，是咱台湾本土文学的基础之一。最近，伫咱台湾的4个县市，因有举办60周年的特展，展出作家的手稿和文物，也有讲座，和民众要分享诗社的历史意义和精神。1964年，台湾上有代表性的本土诗社之一雷亚诗社成立，发起人有林兴泰、陈千武、李奎贤等等，会用雷亚来号名，嘛是毋忘诗人的作品，爱有台湾主体意识甲文化认同的精神。雷亚诗社到今年已经满一甲子，最近也伫北中南4个县市办60周年特展。也很高兴的，就是能够再趁这个机会，跟大家一起就是庆祝这个60周年的展览这样子。对，那文学馆也典藏有许多为了历史社诗人的文物。甲当时的其他现代诗社追求西化的目标真无共款。1960年代，雷亚诗社关注本土，强调写实，嘛爱有反抗的精神，也鼓舞作家用母语写诗，嘛正做后来1970年代发展乡土文学的基础之一。雷亚诗社的诗人李明勇15伫台湾文学基地演讲，甲民众分享雷亚的历史意义甲精神价值。这个历史经过政治的改验，经过社会变迁。最主要内底有台湾人的个民主运动的推动迄个历史，所以你啊迄个精神史，嘛会使讲建立台湾人的迄个文化史。李明勇嘛，毋忘新世代诗人面对时代种种的现象，保持雷亚的精神，用语言甲文学来表达家己的意识甲批判。也那雷亚诗社特展全台湾拢有，包括台北、另外伫台中、台南甲高雄嘛拢有特展，展出作家的手稿甲文物，各有办专题讲座。台文馆要招民众做伙来了解雷亚诗社发展，也各有因关怀本土的感情意志。记者卢尚如、曾春游台北报道。因那家当入石榴是台南府城特有的工艺，台南市文化局为着要推广在地工艺，伫中亚艺文中心举办入台南特展，有展出工艺师刘进文的作品，嘛有少年辈的艺术家结合传统和创新的作品。眼前这个大福杯顶悬有夜婆代表福气，毛北山顶吉祥的图样。这是由捌得到台南美典传统工艺类首奖的工艺师刘进文做的。伊讲头起先用家当做基底，再搁用波钢木材立入去，形成这款家当入石榴的工艺。早前这枪材互人摕来做家具、生活等物品，每手伊加入艺术形态做创新。即阵伫入台南特展，展出侪头界公开作品。功夫啊，即摆要看这足少的啦。对因啊讲，就是对在地文化有帮助，会当互因啊有加进一步的了解安尼。即摆目前我同甲遮的即个古早传来的工艺做一寡较特别的，即个咱用国人烂的茶，互伊一个新的生命，呈现咱家己要做的思想甲空间，甲咱创造的理念伫内底。家当入石榴对清代时期传到呾，上早伫台南的庙宇就通看到。这摆特展拢总有50件作品，唔干那木雕尔，嘛有少年辈做伙参展，包含有手工画甲真有路的乌旗文化、新明的纸报，甚至有人甲传统元素结合创新，用黏土纸家长落去捏虎爷的体，用台湾的表现形式，让人来明白工艺背后的内涵。阮一个人给有新名的过程中，就是我们自己有那种
人啊，然后情绪，然后他怎么表现那种挣扎过程，然后同时间可能是结合的过程，然后就用虎爷的这个造型去把它结合在一起。工艺师一笔一笔刻花样，每一条线条拢精画，现场嘛教大家顺手工艺美美角角。这阵特典当地总业艺文中心展出，展到8月中，希望大家看到工艺文化的水。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。天气报你知，咱做伙关心明仔各地头的温度。北部的温度上低28度，上悬34度；中部的温度上低25度，上悬34度；南部的温度上低26度，上悬34度；东部的温度上低26度，上悬34度；外岛25度至31度。感谢乡亲收看，祝亲平安顺心。稍等下，请继续收看《青春咱的梦》。明仔同这个时间，咱再会。